新鴻基旗下 Signera C 西沙灣 2A 期 Coral Avenue 由1月1號開始打響頭炮，累計賣咗703個單位，全數分層單位已經全數沽清。咁新地建氣勢如虹啦，隨即開 2B 期 Daffodil Avenue 前後涵蓋1、2、3座，提供775個單位。好，先同大家睇個 2B 期嘅3座高層 FG 室，主要係一個向北嘅景觀。咁如果留意開 1A、1B、2A 嘅朋友嘅，其實知道其實呢成個項目望自己嘅內園啦，望高柏啦，再望海呢，選擇唔多。咁如果之前 1A 呢，就只係得1、2、3、5座，或者 2A 嘅3、5座，又或者我哋而家呢個 2B 嘅3座。高中低層都係望緊呢一個內園景觀，再望高柏望海，所以普遍呢個景觀呢，新鴻基就認為呢個價值會高啲，普遍尺價就會高啲，二手成交亦都係跟隨新鴻基個價錢去計，咁普遍成交14000幾。到高層全海景15000幾到16000都有成交過㗎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，歡迎 WhatsApp 我啊，我有大量嘅招標啦，或者最近啲成交嘅資訊嘅。嚟到低層位置，我哋大概5、6樓個位置啦。我哋呢個樓層呢，都可以望到自己內園，再遠處望到少少海景㗎。多樣嘢呢，我哋就會近返自己 Lakeside Club 嗰邊，每日可以享受返自己嘅人工湖啦。咁重點呢，我哋呢個位置呢，雖然係低層，但係呢景觀非常之開揚。就唔會話有望到好多樓啊，好壓迫嘅感覺嘅。好，之後飛返過嚟 2B 期嘅一座，同大家睇下向東呢邊嘅景觀。呢邊嘅單位涵蓋呢就係 DEF 室，呢個景觀呢主要涵蓋2房同埋3房單位。景觀就係望返井頭村同埋企嶺下海景觀一帶。不過值得留意係前面，因為呢有3期嚟緊會再加推再起嘅，相對景觀呢就暫時未影響，將來有機會有少少影響㗎。戴翻個頭盔先，詳細呢記得睇翻發展商網站上面嘅樓書，咁嗰邊詳細列出當下設計個大藍圖嘅。咁樓下呢度呢，亦都未來呢有2間嘅餐廳啦。咁相對呢，就方便翻住戶去享用每日嘅日常用餐。
我哋再飛到過嚟向山嗰邊嘅大概係景觀啦。咁呢個係2B 嘅3座 A、B、C、J、H 室，咁主要涵蓋呢係向正南或者西南嘅景觀。正南景觀呢，就望返企嶺下海，望到少少山景。咁另外向西南嗰邊呢，就基本上係全山景，景觀亦都係非常之開揚嘅。我哋褪前多一格呢，就係去到2座一個 A、B、C、J、H 室，景觀同3座相若。不過呢，我哋正南嗰邊嘅海景呢，亦都係相對近啲，景觀會再闊啲。景觀就大概呢個感覺。咁向西南嗰邊呢，景觀都係相若，都係望返一個翠綠嘅山景。
好，今日介紹係咁多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攞 2B 嘅圖則，或者想睇示範單位，歡迎預約我啦。我係艾爾斯，我會不定時更新資訊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獲得最新資訊，歡迎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再撳埋個啷啷，咁你哋就可以接收我最新嘅資訊㗎啦。咁我哋主區好處就係資訊夠新、夠準、夠貼，有啲咩隨時打俾我啦。拜拜。